首先，放下手边的一切，找个舒服的地方坐着，哪里都好。留意呼吸，吸气时，觉察自己正在吸气；呼气时，觉察自己正在呼气。坐禅笔记。许多人坐着的时间很多，太忙了，工作时坐着，用电脑时坐着，开车时也坐着。在这本小书里，坐的意思是舒服自在的坐着，放松的坐着，带着觉醒、平静、清明的心坐着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坐，是需要练习的。坐禅笔记。许多人坐着的时间很多，太忙了，工作时坐着，用电脑时坐着，开车时也坐着。在这本小书里，坐的意思是舒服自在的坐着，放松的坐着，带着觉醒、平静、清明的心坐着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坐，是需要练习的。